度住咗16年啦，啲姑娘啊對我好好嘅，我當佢係孫仔孫女咁樣，態度又好，對我哋好關心。家圖員工同埋院友關係其實就好似一個家咁樣樣啦。員工咧好着重同長者嘅溝通，提供一個好嘅環境俾長者安居於我哋家圖。90年代尾期啦，我哋家圖係第一批院舍去申請馬威計劃。馬威計劃係一個相當標準嘅院舍，我哋有保健員啦、護理員啦、護士啦，同埋物理治療師嘅元素加入我哋院舍。由當初照顧一啲中風 case，純粹做復康，去到後尾腹膜透析啊，我哋都有做。原因就係我哋慢慢走向專業化，我哋不斷提升老人家嘅生活環境啦。佢生活環境嘅時候，長期要用咩？廁所。對一個人喺度生活咧係好緊要，空氣流通，我哋其實全部都裝晒鮮風抽風嘅。個空間咧，有冇空間俾佢喐動咧？咁呢啲環境令到佢有個安居嘅感覺啊嘛。喺樂齡科技方面咧，我哋所有嘅床咧都係一個叫做絞床，長者撳個掣已經係可以咧喺張床度升高降低。員工咧亦都可以令到護理上面咧減少佢工傷啦。咁仲有譬如話遊走器啦，防止一啲老人痴呆症嘅長者走失啦，甚至乎有啲樂齡科技係可以令到佢哋咧好似醫院咁嘅機械人咁步行訓練咁樣。嚟緊咯，我哋都會增加一啲多功能嘅感應器，監察住個長者24小時嘅生命表徵。我本身係大陸讀西醫㗎啦，咁讀咗幾年西醫畢業出嚟咧，咁嗰時咧因為家圖集團咧有咁嘅機遇咧，就去大陸招聘個護理員，就嚟到香港。家圖集團咧就不停咁樣提供機會啦，我哋有進修啊，有晉升。而家我就係家圖集團旗下嘅一間院舍嘅主管。疫情期間咧，突然間就要封園，但係我哋嘅同事咧就唔係驚喎，全部都翻嚟照顧嗰啲老人家，好感動，好多謝佢哋嘅付出。我喺日資公司任職秘書同埋行政工作20年啦，公司就結業。當我揾下一份工嘅時候，我就諗下自己，咦，我中意照顧人喎。偶然嘅機會，我就見到家圖耆樂院就請文職嘅工作。喺舊年咧，我就晉升為副主管啦。喺工作上面咧，都會接觸唔同嘅部門啦。咁可能會有護理員啦、保健員啦、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護士等等啦，管理各個部門個協調啊，變成嗰啲服務係更加優質同埋更加標準化咯。我而家喺家圖耆樂院咧就做緊護理員，返工咧就要照顧啲長者啦，帶下活動啦，唱下歌啊，打下麻雀啊，做下手作啊。初初入行嘅時候咧，我都好擔心嘅，因為都驚自己會唔會應付唔到啊，啲老人家會唔會好難服侍啊，會唔會好難照顧啊？入咗嚟做嘢之後咧，真係一個好好嘅環境之下咧，啲老人家全部都又好乖啊，又好錫你啊咁樣，個個都當我好似孫女咁樣嘅啦。慢慢做下，覺得哇，真係呢條路揀啱咗。所有嘅同事咧，一入職我哋都要佢接受培訓，每年咧都會定期有3到4班咧保健員證書嘅培訓，另外每年最少有1班嘅急救證書嘅培訓，令到我哋所有嘅同事可以做到急救員。我啲同事咧其實普遍年齡40幾啊，或者係有啲係30幾，甚至有少部分喺20幾都有。年輕嘅同事嚟到咧，多數做啲小組遊戲啊，玩下波啊，砌下啲積木。佢哋喺活動上面咧發揮到自己嘅小宇宙，所以佢會特別容易投入。好啦，當佢投入咗之後咧，咁我哋就鼓勵佢進修啦、讀書啦。其實我哋公司都資助咗唔少嘅同事咧，係讀社工啊、保健員課程啊、護士啊、EN 啊或者 RN。嚟緊社署都會推出一個護理保健師，我哋都會鼓勵我哋後生嘅同事去讀呢個課程。中意嘅同事，佢喺管理方面有興趣嘅話咧，我哋可以叫佢讀社工，甚至乎咧讀咗我哋嘅院舍嘅主管課程先。呢2個晉升階梯，其實加埋佢未來嘅工作經驗咧，都可以喺院舍獨當一面嘅。家圖由90年代初到今日已經35週年。當初有30張床位啦，今天我哋差唔多超過咗1500張嘅床位，員工超過500到700人。咁我相信呢個市場係有相當嘅需求，有需求咁要人做先得㗎。咁所以吸引更加多嘅後生仔入行係好迫切性。以前一講老人院啊，係咁污糟咁邋遢，對老人院係好抗拒。今時今日咩方法去吸引一班後生仔呢？就係
提升院舍嘅環境啦，令到佢覺得乾淨啦、企理啦、專業化，將我哋嘅院舍嘅環境去向外話俾人知，我哋嘅變化、我哋嘅進步。本地嘅學生畢咗業出嚟，佢又想入呢一行，但又覺得冇晉升階梯，咁我覺得好似前路茫茫咁。咁所以我好鼓勵啲學生嚟到我呢度試做完之後咧，就鼓勵佢繼續讀書，讀完書翻嚟有呢個晉升階梯之外咧，會更加多後生仔咧入我哋呢一個行業咯。呢一個行業係有希望同埋係有前途嘅行業。一齊加油，家徒大家庭，延續愛護輔導嗰個精神。